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7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传道书第9章13节到18节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之行为。如果说所罗门王的箴言是智慧之言，那么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王的智慧结晶，更深刻，更显得有智慧的经验。传道书第9章13节到18节提到的智慧比力量更甚。经文这样说道：我又看见世上一件有关智慧的事例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座居民不多的小城被一个强国的王攻击，他围困那城，准备破城。城里有一个居民，他很穷，却很有智慧，能救那城，可是没有人想到他。我常说智慧胜过武力，但是穷人的智慧被轻视，他的话没有人听。其实聪明智人几句小声的话，胜过听统治者在一群愚蠢的人面前发出的喊声。智慧会比武器更大的成就，但是一个罪人能够挫败许多好事。我们透过传道书的教导，也可以用来观察现今的社会，台湾的情形，看看哪一些人是喜欢以哗众取宠的行为，说话大声嚷嚷，以为依靠更强大的敌人出卖自己，想要得到苟安。一个智慧人应当有好的行为，要爱上帝，也懂得爱人如己，更要爱土地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，耶稣基督这样对跟随者说道：人子在做王，天使跟他一起来临的时候，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地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为两群，好像牧羊人从羊群中把绵羊分别出来。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，山羊放在左边。然后王要对他右边的人说：蒙我父亲赐福的人啊，你们来吧，来承受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的国度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收留我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害病，你们照顾我；我坐牢，你们来探望我。那时候那些义人要回答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，给你吃；渴了，给你喝？什么时候看到你流落异乡而收留你，看到你赤身露体而给你穿？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害病或坐牢去探望你呢？王要回答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要为我在的跟从者中最微小的人一个人做，就是为我做的。然后王要对他左边的人说：走开，受上帝咒诅的人啊，你们离开我吧，进到那魔鬼为他的爪牙预备永不熄灭的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没有给我喝；我流落异乡，你们没有收留我；赤身露体，你们没有给我穿；我害病或坐牢，你们没有照顾我。这时候他们要说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饥饿或口渴，
或流落异乡，或赤身肉体，或害病，或坐牢，而竟没有帮助你呢？王要回答：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既然你们没有为最微小的一个人做，就是没有为我做。这样的人要受到上帝的刑罚，永远的刑罚。至于那些义人，他们要得到永恒的生命。那一些被王说了做好事的，自己却没什么感觉的人呢，就如同耶稣基督称赞的那一些人一样，他们总是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，坐在最需要照顾的人身上。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信仰、爱人、智慧者的行为。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罪孽深重。凡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会指示他该走的路，他们将享受福乐，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。上主和敬畏他的人做朋友，向他们宣示自己的约。我时刻仰望上主，他救我脱离险境。上主啊，求你回头看顾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孤单困苦。求你除掉我一切的忧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。求你关心我的痛苦患难，饶恕我的罪过。你看，我有那么多的仇敌，他们那么强烈的憎恨我。求你保护我，拯救我，求你不使我失败，因为我寻求你的庇护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呼召，让我们学习爱邻舍，坐在最小的人的身上，使人能够得益处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